3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，預料本港平均風速每小時41至62公里。喺下晝1點，強烈熱帶風暴蝴蝶集結喺香港之西南偏西約480公里，即係北緯20.9度、東經109.8度附近。預料向東北移動，時速約22公里，橫過雷州半島。蝴蝶已經喺雷州半島登陸。按照現時預測路徑，蝴蝶會橫過廣東同廣西交界一帶，與蝴蝶相關嘅強風區位今日餘下時間至到聽朝影響珠江口一帶。本港有狂風驟雨，離岸同高地間中達烈風程度。蝴蝶會喺聽朝喺本港西北約300公里左右掠過，3號強風信號至少會維持到聽日嘅中午，除非蝴蝶喺內陸維持較高強度並採取較為接近珠江口嘅路徑，否則改發8號信號嘅機會甚低。雖然星期一同星期二蝴蝶已經遠離同消散，但活躍嘅西南氣流會為廣東沿岸帶嚟大驟雨，市民請保持警惕。海面有大浪同湧浪，市民請遠離岸邊並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喺過1小時，昂坪、青洲同赤鱲角分別錄得嘅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73、57同47公里，最高陣風分別為每小時108、75同72公里。本港地區下晝同今晚天氣預測，吹清勁至強風程度嘅偏南風，離岸同高地間中達烈風程度，大致多雲，間中有狂風驟雨同雷暴，海有大浪同湧浪。展望明日仍有狂風驟雨，初時風勢頗大，海有大浪同湧浪，稍後風勢逐漸緩和，隨後1-2日天氣仍然不穩定，雨勢有時頗大。雷暴警告現正生效，氣溫30度，相對濕度75%。雷霆881商業一台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，香港鄰近海域同沙堤以南吹烈風，南澳以南、汕尾以南、香港以南、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。天氣概況，正午12點，強烈熱帶風暴蝴蝶集結喺北緯20.7度、東經109.6度附近，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110公里，預料向東北移動，時速約22公里，靠近雷州半島。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，香港鄰近海域吹南風6至7級，間中8級，間中有狂風大驟雨同雷暴，海有大至非常大浪。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風5至6級，有零散狂風驟雨同雷暴，海有中至大浪。香港以南吹南風5至6級，間中7級，間中有狂風大驟雨同雷暴，海有中至大浪。沙堤以南吹南風6至7級，間中8級，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，海有大至非常大浪。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風6至7級，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，海有大浪。北部灣以南吹西南風4至5級，初時達7級，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，海有中浪，初時大浪。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，吹南至西南風5至6級，初時達7級，間中有狂風大驟雨同雷暴。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嘅天氣報告：華南島吹東南偏南風5級，能見度17公里；汕頭吹東南偏南風2級，能見度30公里；黃茅洲吹東南偏南風6級；澳門吹東南偏南風4級，能見度15公里有雨；西沙吹西南偏南風5級，能見度7公里。